内地新闻继续来看彰化县，昨深夜是雷公4呐响大雨，彰化市的地下道紧急封起来，积水有一个车轮管，大水搁差一点都灌入去警察局。另外，这个花坛因为淹水淹真悬，民众只好伫咧边仔等水退。另外，嘛有这个山壁放落来，大车无法度过，机车勉强会当骑过，但是也是相当的危险。 彰化深夜落大雨，花坛乡的原路3段水淹到大路里，愈向内面行，水淹愈悬。到迄边淹乜到哈？哦，遐到这。你们都被受困了呀10几个民众唔敢搁行，伫路口咧等水退。嘛有汽车驾驶无险通过，大雨造成挺跌价的路段，山壁放落道路中段，目前只剩机车会通，不过也是真危险。 另外，彰化市民生地下道这积水深度到一个轮胎遐尼悬，甚至连警察局门口拢淹水啊！大水差点就冲入去地下停车场，警员赶紧提出沙包挡掉咧，而且启动洪水门。大楼新盖成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对。多久没有用过了？应该是第一次使用。目前彰化中山路往大埔路方向，这大埔排水沟边的道路，这雨水下袂赴，对个田塢溢出来，道路依然是封闭的状态。 另外，彰化田中中南路一段发生土石崩落转线，双向无法度通行。山骹路甲和平路口附近，嘛是每届落雨就淹水，下早积水提起，规土甲落公门。从暗开始，甲落甲塔拄正，安尼我看130啦，进前160啊。彰化的深夜大雨落无停，各地拢传出灾情，嘛有居民规暝是提心吊胆。